2026元旦1月1日到3日免費活動清單嚟啦，唔使使錢都可以充實又好玩。1. 圓明新園元夜華燈禧耀新歲活動，元旦期間白天9點正至17點30分可以免費參與財神巡遊，要留意晚上18點30分之後要買門票。2. 唐家古鎮共樂燈會百年園林同奇幻燈會碰撞，可免費打卡臨海擎天千米燈海等區域，夜場鳳凰無人機加水上花神加雨燈舞，真係靚到冇得彈。3. 城市陽台4週年慶1月1號元旦當日10點至12點有醒獅全場巡遊獻歲，1到3號有爵士 Live 同海岸萌寵動物巡遊會。4. 珠海博物館賀年生肖陶藝展以馬為主題，通過陶塑藝術生動詮釋馬嘅形象同精神內涵，感受石灣陶藝嘅生動傳神。5. 珠海規劃展覽館科創優品嘉年華，現場超200件最新科技產品，可以行又可以玩又學到嘢，超適合小朋友。6. 珠海南平華發商都雙旦主題市集，唔止可以打卡節日限定美食市集，仲有非遺7線、手工剪紙等創意手工同非遺 DIY。7. 景山索道非遺展演，睇鰲魚、霧加鰲魚燈表演等非遺文化，解鎖雙重祥瑞嘅景山索道。8. 斗門世榮萬達，唔只有30家特色美食嘉年華市集，仲可免費報名帶小朋友參與元旦親子跑，贏限定周邊禮品。9. 珠港澳跨年光影美食嘉年華，有無人機表演、英歌舞、樂隊、美食攤、非遺等精彩活動。